我哋又一齊做站立式運動啦。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呼吸同埋我嘅旁述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呼氣收腹，遞手上天花，拉直個身，同時提腿。再呼氣，打開雙手，腳伸去前邊，腳踭掂地，腳趾向天花。再呼氣，遞手上天花，同時提腿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。做動作嘅時候要注意呼吸，每次呼氣都要收腹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鍛煉肩關節嘅靈活性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大髀前面嘅肌肉同埋伸展大腿後邊嘅肌肉。呼氣，雙手握拳喺前面左右拉，同時收腹，腳就向側邊踢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呼氣又重複另外一邊。呢個動作比較簡單，亦都係用手勢幫自己將腹部更加收緊。腳向側邊踢，幾高係唔重要嘅，踢嘅時候要保持身體穩定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收緊腹部嘅肌肉之外，亦都可以收緊雙臂嘅肌肉，同時亦都收緊腿部側邊嘅肌肉。呼氣收腹，提腿，同側嘅手曲手踭放喺頭後邊。對側嘅手就掂喺提腿嘅外側，再呼氣收腹，做另外一邊，循環咁做。呢個動作比較簡單，做嘅時候要注意頭部同身體要保持平直，唔可以用個頭嚟就隻手。如果隻手唔可以放咁低，可以放高啲嘅。曲手踭掂頭後面，主要就係想打開肩關節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鍛煉肩關節嘅靈活度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大腿嘅肌肉。呼氣收腹，遞手上天花，拉直個身，提腿。再呼氣，打開雙手，將提腿腳放喺後邊，踩實。再呼氣，遞手上天花，再次提腿。吸氣，返原位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訓練肩關節嘅靈活度之外，亦都可以訓練身體嘅靈活度同敏捷性。做嘅時候心口要向前，當提腿腳向後指嘅時候，就更加能夠鍛煉側腰嘅肌肉啦。呼氣收腹，提腿，縮起膊頭，再呼氣，打開雙手，腳伸直指去前邊，腳踭掂地，腳趾指天花。再呼氣，提腿，膊頭再次縮起，吸氣，手腳返原位。做動作嘅時候，記住保持身體穩定。呢個動作可以放鬆頸側嘅肌肉同埋膊頭嘅肌肉。亦都可以鍛煉大髀前面嘅肌肉，同埋伸展大髀後邊嘅肌肉。手放心口，呼氣收腹，提腿，雙手用力拉去後邊。膊頭打開，上背收緊，吸氣，返原位，呼氣，做埋另外一隻腳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改善圓肩之外，亦都可以收緊上背嘅肌肉，亦都可以鍛煉大髀前面嘅肌肉。做嘅時候要留意呼吸，保持身體穩定。
示範又做完啦。如果大家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